你套餐式換季，你嘅洗護產品又有冇跟住換呢？30秒話你知點樣醫好頭皮季節病。頭皮係你身體最薄嘅皮膚之一，會隨住溫度、濕度劇烈變化。用錯產品就等於夏天着羽絨，冬天着背心。溫度每提升1度，皮脂分泌會增加10%。汗水溝埋啲油脂，容易堵塞毛孔。你仲用啲強力控油洗頭水，只會越洗越油，因為你洗走咗頭皮嘅保護膜，嚇到佢瘋狂補油。應該揀啲平衡油脂，有氨基酸、水楊酸呢類嘅洗頭水，配合一啲有硫酸鹽同埋硒力嘅洗頭水。1星期可以做1次頭皮深層清潔，最後做好頭皮防曬。濕度每降20%，角質層嘅保濕力會降50%。暖氣加上凍風會令頭皮容易乾燥下癢，產生細細粒嘅乾性皮屑。啲舒緩保濕成分有惡沙丸、神經酸胺嘅洗頭水，避開啲強烈去屑同埋有高濃度酒精嘅洗頭水，佢哋會越洗越乾。洗完頭睇翻頭皮保濕，同埋記住唔好用太熱嘅水啊！記住要因應唔同嘅天氣同頭皮情況去揀適合自己用嘅洗頭水啊！跟住我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我哋講下可能你知洗頭水養緊菌。